你给我拿出来。你说啥？我说你给我拿出来。别愣别愣别愣！这什么逼玩意儿这是？我是一部魔法手机，我可以把照片变成现实。真的假的？你可以回家试试。哎呦我操，这玩意儿有意思啊，这玩意儿啊！美女，拍个照呗。认识你吗？ Papa l'americano